嗰度职业父母系家庭事业两片钟头靠业，就算冇出去识头路，睇路卡土生人咧，也冇好准备哦。甚至到嗰度富人家看到养生心地如何出问题哦。新竹有一群全职妈妈，因正因人的老公太多数如体做课做工程师，工作时间过长，无路顶上爱出差出国，如抢因人1-3年睇土生人咧，他把我感觉过故事哦。不过后生人咧，不应该是系一个人，也算一个家庭的责任，也系贵重人的事情。故作以来，录制呢一则做爱啥是对相互天数嘅社会企业按到社群呢，安尼有好学习团讨论交流，还可以各种嘅课程，每位带新人呢去到户外接触大自然，而呢爱团大家去到乡下建立友善嘅付出机制，还个支持体内。吃吗？你的嘴巴先吃完。他说的，好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吃生日的食饭，洗盘碗，准备爱出去嘅东西，还会随时注意两个生日呢无共用嘅需求，也系王权间等日天初会面对嘅事情。我的猫咪餐袋子呢？对啊，在这里啊。我说猫咪耶。猫咪餐袋子。在这里啊。妈妈，剪刀给我，我要放我的餐。剪刀放在这边哦。唔但唱要注意的两个生日呢所有嘅行通，喺度到幾條搭拍拉橋兒，行卡喺動態嘅口音。我要公主頭。好，帮你绑公主头。我帮你把头发梳。不是这样，我是说要用粉红色那一个绑的。粉红色这个吧，好。哼，你用什么的？你又没说。你用这个。我用那个绑啊，已经绑一个啦，好现在是另外一个啊。这样为什么要生气？可能老二想睡觉，他就会想要抱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力，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抱他，或者是说抱他一下要把他放下来，那他可能就会哭。然后老大那个时候又会需要妈妈帮他做什么事情，可是可能还在处理老二的时候，没有办法马上回应老大，老大就会很生气。王權嘅現時專門托福卡圖生日呢，不過其實佢行到嘅托博士班，實上等生日呢卡太地位，就見圖幾下掉，見下博士論文，下後爭啲，其他上多太簡單呢。譬如说我真的有小朋友在旁边，然后我打开电脑试图要写东西，对，然后就会发现他只要隔5分钟，他就会爬过来要你抱他，要你跟他玩一下，对，所以那个5分钟、3分钟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思绪是没有办法连贯的，对，那个内在的焦虑其实是还蛮令人忧郁的。王權健希望自家做得好家庭為物嘅，唔過都難做到。好在也係佢老公工作卡自由，嘗試做得天土生意呢，加減旁強地位之任。带小朋友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怎么说？对啊，小朋友他有时候因为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可是那时候他又不太会表达，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错意的时候，他就会有比较激烈的情绪反应。看過生意呢，都好聲好啲，係講要支持團體向下分享，至少心理壓力唔會安泰。佢所記到開始接觸財體嘅媽媽付出團體參加讀書會。像我太太会主持读书会，对，定期的经验分享。然后另外就是说，小朋友们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朋友圈，对他们自己玩在一起，那他们也会成长。大人的话，那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大人其实就比较有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然后那个空间是舒适的，然后你会认识其他的妈妈朋友，然后跟你一起交流一些教养上的困难，或者是吐吐苦水。
说小孩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就是一方面有同样身为妈妈战友的人可以跟你讨论，然后另外小孩又有玩伴，然后他有一些活动跟一些那个进修的活，就是他们有一些课程，就是妈妈是可以参加，然后又可以带小孩去。家条讲嘅妈妈付出团体生存呢，係由先做嘅依據全職媽媽陣呢。從排年講亞時係4個星期嚟嘅阿妹，條排啲好高教書，要為顧條路，要為顧屋卡，整機擔桿磨壓，顧兩條，色彩難辨。你在过程中这是劳力密集性的工作，那在过程中很辛苦的时候，你不免会对小孩大小声，然后呢又很无力，他们也很无力，我也很无力。我还记得我曾经老幺出生的时候，我还抱着就是另外3个大的一起痛哭。那其实很多这样的妈妈在新竹，很多妈妈都很孤单。我觉得与其大家都那么孤单，不如一起大家集结这样的力量。特別先做有意圖嘅全職媽媽係天天睇足好食條路嘅老公嚟到呀，冇親戚朋友都順好，嗰所有時節整機前無人好聽書。那先生的在主科工作，通常都是一大早出门啊，3更半夜才回家，这个是常态。或者是阿扣，假日他可能也要值班，要做什么？那出差那更是很稀松平常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起聚会啊、聚餐、晚餐基本上不用等先生，大家都一起吃晚餐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不回家煮饭呢？不是我们懒惰，因为先生不在家。嗰數家條會同大家嘅力量心合起來，安尼做媽媽啥就永遠可來聽盡數。社村呢啲新總司有啲固定嘅比數好起飛，接送會期盼發通，將2日係當禮拜3嘅無人而發通。今日來做糍粑糍一般傳統嘅糍粑要用鹽嘅糯米。原糯米，整個將煮飯用嚟先精細嘅總條，然後整那槍飯，整出飯嚟以後，我用種出嚟那個鹽，因為朋友點解行嘅，伊點解會做一條魚會無嘅，伊比講平常睇到佢會搞生意嘅，搞嘛嘅，做是實嘅，伊講咁講係曉得嘛，講你話係多係曉得，伊講咁我旁邊點樣來搞睇下做一個整睇下試試嘛，我好啊，冇問題，多係咩要行。小孩子偏小，那我们之前也有用故事的方式，那故事的方式，它会借由图案去理解，但是它不见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这样，就是你聽到，如果你能夠複述一次，其實是可以增加他的記憶力的。啲日頭尾上位好物嘅都做得講出來，先生就會大家媽媽，大家老自家嘅準則貢獻出來，安尼自家每位家都有成就。比如说他想要学織毛衣啊，想要学烹饪啊，想要学烘焙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让妈妈自己丢出来，然后呢就会有怎么样找到讲师，这些讲师就是其他的妈妈啊，一样，我因为带孩子而没有办法做全职的工作，但是我的专业还在。这时候有人有需求，有人想要学芳疗，我有芳療證照；有人想要學烹飪，我有烹飪證照。那我們就讓媽媽可以帶着孩子來教學。日頭尾每個日條媽媽教溫土生人嘅經驗，並輕鬆嘅素材。有啲位媽媽韓國韓忙事嚟到亞家下，強強就會唔記得愛用嘅交朋友咧。從韓國睇下人睇到卡土生人，做乜我出來？你咪出來有攀。有人可聊，有人可以開講。那我睇心情差，心情應不住了吼，身體會差咧。親落親無啊，如果落呀真的親吼，你是愛朋友，然後做某不用的事情。我是說，剛開始我真的很難踏出那一步，因為我已經忘記怎麼交朋友，因為一直帶小孩，你的對象是小孩，那你不知道到底要跟人家講什麼。對，然後你懂嗎？人在那邊會容易那個啦，就是會封閉。對，那。慢慢的，就是有比較好一點，然後就認識了媽媽班。要盼大家抽點來，愛同一個角度行下空間。四川呢同從事同太子園接觸同社會教育，嗰
不少同在地嘅农村合作可以考察。小孩子在大自然里面成长是最快乐的，而且是最好的一个知识环境已经在这里面了。让他怎么样去爱一块土地，怎么样跟动物，怎么样去认识菜，都在菜园里面，都在农场里面。伫案发的农村都乡，新年内同时同活教，伫翠园都乡照上照下，闹一片嘅条妈妈系同认真都嘅上课。我觉得小孩子真的就是要多接触大自然，包括妈妈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就是要去触摸泥土，然后晒太阳，这个对自己身心疗愈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在家带可能会比较孤单吧，而且也从来没有这样子自己带过小孩啦。对，那如果刚好有这个小孙子，然后会认识一些妈妈，然后小朋友年纪也不会差太多，会一起参加活动啊，就还不错。一年农村有请原住民先生嚟教大家認識野菜，韓國安用嘅嚟做，也條媽媽同新年呢都有為無共用嘅體驗同學習。我觉得是那种生活的智慧。因为老师他是阿美族，所以他的这种野菜，对于至于他们的生活有没有，其实是很多不同的运用，跟平地是完全不一样。而且你平地有时候会讲说这个很难得啊，然后什么遍地，就会觉得这个很珍贵。我觉得认识到很多植物，就是在一般上课的时候学不太到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就是原本以为它会像一般就是烫青菜吃起来的口感，但是其实是甜甜的吗？对。課程設計今年實驗成法，練習用式配表藝嘅口味油，重點唔係天作貴結讚結好味嘅作品，係貴親子之間嘅關係很較好。做烘焙呢，就是像大家看到的，就是大人跟小朋友他们是可以玩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现在呢，大人陪小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那如果说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一方面可以增进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，然后他们的凝聚力也会更好。那在这样子的团体里面呢，其实大家可以互相认识，互相帮忙。因为我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蛮好的，可以增加互动啊，就认识其他的爸爸妈妈，而且还可以知道他们说，有时候他们有怎么样可以去教育小孩啊，这方面都还蛮多讯息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活动还蛮不错的。按你嘅付出方式，未想嘅見嚟見到嘅沙期同外現時嘅注意，嗰數四寸呢未同考察發展到無共用嘅沙期去，限空態度同言類，希望會有限卡度嘅媽媽同家長並認識付出團體要結重要嘅。其實我們希望小孫子這個概念可以葉綠開花，然後呢，永遠有一個主軸的支持力量，然後來支持各地的媽媽。我們也進到鄰里，跟鄰里合作。其實鄰里除了是長幼、婦幼、老婦幼共融，我覺得其實這都是應該要做的。非洲有一個樂觀嘅語講，肉體一類生年呢，而意思一類種嘅。肉生年呢，唔係一類家庭嘅事情，打幫一隻種嘅力量，大家相互支持、相互交流，韓國向下分享，安尼土生年呢就唔會按故事。